有一个细过查甫人，伊利用假的基地台发出诈骗简讯，来甲民众的个资骗去了后呢，甲这个资骗的摕去头路卡所赚的乌薪钱超过200万，已经去互检方起诉啊。NCC 时认为讲，利用假的基地台干扰到合法的无线电频率使用者，依法甲伊重罚400万，也真做咱国内头一个。警力围起来抓人，细过查甫人伫车顶驾驶假基地台，几个人在捷运站顶地环，设定台湾大哥大的变色板发射电波拿走信号，佮团上钓鱼简讯，叫做万通电收 ETC 扣款失败，也是假讲玉山银行默认停用，被害人点入连结，就去互骗走个资，半径500公尺内拢会强制收到信息。架设违法的基地台违反电信管理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，核处罚款新台币400万元。20多位被害人互骗走个资了后，互透露损失超过200多万。NCC 认为，细过查甫人驾驶假基地台干扰合法无线电频率使用者，依法重罚400万，正做开发假基地台犯案者的修理。侦破过程中，警方甲电信业者合作，定位假基地台高过伫监视会民中算锁定车辆人，移送检方起诉。业者会跟我们通报说，如果他们有用户受到假基地台影响的话，他们的业者那边可以侦测到说大概在什么样的范围，我们就可以锁定说那个尾基站呢目前的位置在哪里，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设备去测，然后可以锁定它的地点。事实上，台湾高等检察署它也有召集相关的电信业者，还有这个检察机关，就这个新兴的犯罪手法。法律面以及查缉面有进行相互的问题的提出一个有效的打击策略。政府积极打查，高检署已经甲5大电信业者建立合作平台，加强监测行动通信网络的运作情形。若发现异常，检警协部就会当随启动侦查作为打击不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